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电商出海啊。7月份呢，我记得这个阿里的速卖通被欧盟以那个数字服务法给罚了5.5亿欧元，大概这么多吧，或者比这多啊，我记得不太清楚。反正是咱们还做过节目聊过速卖通被罚，现在特姆又要被罚啊，而特姆这次被罚。据说要罚他的全年营业额的1%，大家知道这个电商的营业额那是，对吧？那高的吓人呐，1%那也不少。为什么是呢？为什么要罚他？欧盟委员会指控特姆在此前对都柏林欧洲总部的突击检查中，没有完整提供组织架构、IT 系统、账簿和业务记录。调查依据并不是数字服务法。而是外国补贴条例，什么意思呢？就是欧盟指责这个特姆没有配合调查，不老实，对吧？搞小动作，在欧盟对他调查的时候没有完全100%的配合，就这意思啊。那调查什么呢？这话还要从2025年12月说起。2025年12月初这个电商巨头特姆位于都柏林的办公场所突然被欧盟调查人员登门。这次登门非常奇怪没有任何预警，直接来就要查账，抱走账本，调取核心数据，罪名也很重涉嫌接受中国政府补贴，扭曲了欧盟市场。那么这次要罚他说的是外国补贴条例，主要是罚怀疑中国政府对特姆有补贴。如果这个指控成立特姆最高可能被罚全年营业额的1%。但罚款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欧盟开始深入调查特姆的资金来源、内部结算和经营模式。实际上早在今年5月欧盟依据数字服务法对特姆已经开出了2亿欧元的罚单，而且这个罚单还是手下留情，因为这属于框架下的地板价，占营收的0.4%。如果走上限的话那可以罚全球营业额的6%。按这个6%走的话，那就是32亿欧元。这回走的是下限，所以罚了2个亿。这是5月份罚了2个亿欧元。那接下来很有可能继续要被罚5个亿欧元，就按照营业额的1%。不管怎么说，不管什么原因至少表象上看，中国企业出海之后都是被罚的爹妈的认不清了，是不是罚的七零八落的，惨啊！这我的印象中这个海外的资管机构，你再大的巨头，再牛的资管机构，对吧？你到了咱们红利市场都得交学费，但不是罚款，那是学费是你在里面你得交，什么形式交不重要，反正最后是交了。这个很多知名机构排名第1、第2、第3的，在这个什么非洲，哪怕是在动乱的非洲都能赚钱的，在那什么尼日尔是吧？等等那些。动不动就发生政变的国家，资本市场他们都能赚钱的这些外资资管巨头，到了咱们的红利市场，那都得老老实实交学费，大把大把的交。这个一看，你看咱们的这个电商巨头是吧？一出海到哪儿也是交学费，老老实实的，对吧？这都是水土不服当然咱们交的是罚款人家直接明目张胆罚你违规了。但是这个特姆他也进行了回应，特姆对欧盟的指控说接受政府补贴，他这是不认可的，不接受，而且认为自己已经充分配合，否认所有的扭曲性补贴的指责。特姆的抗辩说公司通过自身运营活动持续产生现金流，足以支持其在欧盟市场业务运营，并不需要依靠外国补贴开展竞争活动或者获得市场优势。特姆对吧？他实际上向这个欧盟在抗辩，我的低价来自效率，而非补贴，就这意思，不是政府补贴，而是我们的效率。但是欧盟的这个反补贴法人家执法逻辑恰恰相反，他认为中国效率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赋能、国家补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产业政策、税收制度、劳工标准都与欧盟不同。这种制度性差异本身就是你电商平台的红利，电商平台带来了成本优势。那这个虽然不是政府直接给你补贴，但是这个视同隐性补贴，
哎，这个你要站在这个牛马的角度，他是说得通的。你比如说电商啊，你在中国的电商公司上班，你的这个是不是待遇收入都比在亚马逊或者在美西方的电商平台上班，是不是待遇要差，劳动保护要差，是不是经常还加班，加班还没有加班费，是不是这样？那这一切啊，这叫啊人口红利，或者叫劳动力成本低的红利。这个在欧盟看来，这就是隐性补贴。那所以欧盟你看动不动对吧？你想出口到我们这儿的商品，你首先承诺你们的工人劳动保护有没有做到？一天工作多少小时？工资标准是多少？所以有很多网友对吧，就开玩笑说欧盟啊才是咱们的娘家。哎，你所有想出口到欧盟的商品对吧？你得符合这标准呢。所以很多有一阵子是吧，很多企业什么海尔呀、什么格力啊等等对吧，他马上就要求不能加班啊，员工到点必须走，你要不走，你要加班呢，咱们这产品就出口到欧盟就出口不了了，要罚款呢，社保也没交，对不对？人家都有要求啊，所以说，那你这个你作为电商平台，那你占了员工的这个叫成本低的优势，这就是叫隐性补贴啊，这在欧盟人家看来。那所以现在你看啊，你特姆遇到欧盟，那碰一碰，看谁硬吧。5月份刚刚因为商品合规的问题，被那个以这个数字服务法给罚了2亿欧元。那这一次呢，要以外国补贴条例来罚，营业额的1%，这个可又是一笔不小的数啊。实际上咱们都知道，这背后啊是什么呢？背后是特姆还有世银、速卖通，咱们中国的电商。对吧？他拿着国内的红利，国内的低成本优势，国内的供应链，然后实际上对欧盟本土的企业、本土的供应链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这是根本原因。所以人家就要查你价格这么低不正常，是不是形成了倾销，对吧？特姆啊，长期以欧洲本地企业难以承受的价格经营，是不是形成了不公平竞争？所以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啊，就是欧盟的观点。他不是说你特姆从政府那拿到了补贴、返税或者这个那个的，这不重要，重要的什么呢？重要的你特姆的资金从哪儿来？从母公司，假如说啊拼多多，你从拼多多来，那拼多多的钱从哪儿来的？哦，拼多多你是在你们国内啊搜刮来的，压榨商家、压榨员工搞来的。那你这个钱，你拼多多自身这个钱呢，利润呢就已经带了叫政府的隐性补贴，然后你把这个钱再输入到特姆这儿，让特姆在欧洲、在国外可以大肆的做广告引流，是吧？营销引流，然后在上面再去补贴商家，那你就对当地的欧洲当地的这个电商或者其他的小的平台实体店商户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他就这么认为的，你看他这逻辑这么个逻辑，去了啊，欧洲市场的正常竞争，是否特姆依靠母公司的巨额资金支持，进行了不公平的竞争？所以这个欧盟就说了，你特姆不老实，搞对抗，让你把账本报出来，你不报，他要的账本什么账本啊？让你把拼多多的账本也给我掏出来。哎，你特姆上面对吧？你显示从母公司接收了10亿欧元，我这举例子啊，或者。对吧？哪公司给你投入20亿欧元，你把这20亿欧元又作为营销，对吧？在欧盟这儿营销，那你这个钱从哪来的？人家也查你这个钱，那你这个钱是不是就是拼多多给的？那你拼多多，人家也查你拼多多有没有隐性补贴？而拼多多一直不单独披露特姆的收入、亏损、区域成本和广告投入，市场只能通过交易服务收入、销售费用和媒体数据进行估算。欧盟调查。可能接触到比投资者更完整的资料，包括欧洲业务亏损、母公司的资金支持，就是拼多多对特姆的资金支持、关联交易、物流补贴和广告支出。如果监管继续深入啊，特姆可能面临2种风险。第一种是透明度风险，更多的经营数据被要求披露后，市场可能发现特姆真实亏损远高于预期，或者本地化转型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那对特姆的估值啊形成一个打击。第二种经营限制风险，即拼多多账上拥有数千亿元现金，也不代表这些资金可以无限的用于欧洲低价扩张，因为监管认为你这个拼多多账上的数千亿元现金
里面就有洗不掉的隐性补贴。你享受了你在中国这些廉价劳动力、牛马韭菜的这个血汗、加班，还有中小卖家在里面的血，这些都可以视同为隐性补贴。所以你拼多多把你自己账上的钱，这个钱投入到欧洲，投入到特姆的运营，那这就属于享受了国家补贴。你就可以用无限的子弹来跟欧洲本土的商家、本土的卖家、本土的电商、本土的平台进行竞争，这叫不公平竞争。如果欧盟的监管认为相关资金支持扭曲竞争，特姆可能被要求调整补贴、价格、广告或资金结构，这直接导致要改变特姆的投资逻辑。过去资本市场普遍认为特姆最大的优势是拼多多有烧不完的钱，对吧？有这么好的一个爸爸靠山，即使海外持续亏损，国内主战也能不断的输血，竞争对手很难长期跟随，对吧？一直把对手都烧死为止。拼多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子弹，而这个子弹恰恰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壤上廉价产生的，所以人家就怀疑你源头就有问题你的源头的那个子弹那个血里面就包含了，对吧？牛马的这种对牛马的压榨，那你说欧洲企业怎么可能竞争得过你呢？所以欧盟和拼多多两人的矛盾他们的这个争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拼多多有钱是一回事，欧盟是否允许特姆继续用这种方式换取市场份额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欧盟这次真正调查下手的地方不是最高1%的罚款，而是欧盟开始检查特姆的账簿系统和资金来源，也就是你特姆的这个玩法还成立不成立，还行不行？如果只是罚款1%，那特姆说不定还能扛得住，无所谓，我后面生意接着做。但现在如果说要你公开这些东西，然后对你这种母公司输血质疑的话，那没有了输血，那特姆还能玩得下去吗？特姆过去依靠的是低价、流量和资本，在欧洲监管正逐步把这3项优势全部纳入规则之中。那对拼多多来说呢，也是个教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不是特姆一年要亏多少钱，还要烧多少钱，而是他还能不能像过去一样自由的把母公司的现金转化为海外市场份额。所以说这是欧盟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补贴，涉及到在欧盟是不是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这一块。那你有没有来自于你们国家的补贴？这补贴里面既有政府的直接补贴，还有隐性补贴，都认为是补贴。那第二层，那就是特姆这种模式就是包括石英、速卖通，都是涉及到消费者保护。海量小包裹从中国直邮欧洲，绕过欧盟的增值税的和产品质量检验，欧盟的消费者买到便宜货的同时，暴露了在安全隐患和售后无门的风险之中。我记得上一次这个欧盟罚速卖通是因为它上面卖的化妆品，卖的什么各种小家电是吧？这是质量问题、安全问题。这回针对的是小包裹，对吧？说到拼多多对吧？作为特姆的母公司，大家都心里有数。这个拼多多是怎么起家的，是吧？大家对它吐槽比较多那特姆呢，实际上那就是拼多多的子公司那它的运营方式、商业逻辑、供应链管理，对吧？卖家的管理、产品质量把控等等，那都跟拼多多是一样的。这几年特姆也是个现象级的黑马对吧？作为拼多多电商平台出海，但是最近关于特姆的这些负面报道也是非常多。说来说去就是特姆还是洗刷不掉身上拼多多的那种明显的那种经营方式，为人诟病的运营模式，靠着超低入驻门槛、源源不断的平台流量、大批量卖家扎堆入局，凭借极致低价的打法，快速抢占海外市场，收割无数海外用户，风头一时无两。但是进入2020年，所有的红利彻底终结，全球合规政策全面收紧。实际上我刚才那个欧盟它不是针对特姆一家，对吧？那个石英、速卖通都一样它也不是针对中国，还是全球都一样。那亚马逊它一样的针对，包括这个马斯克的那个 X 是吧？包括谷歌，人家一样的所以这个反映的是一种合规风险。你到人家那儿挣钱，
抢人家的饭碗，那你得按人家规矩来，你把你们国家的规矩带到人家国家那就不行，那就要挨罚。所以叫合规政策全面收紧，平台前期靠低价堆砌出来的红利彻底透支，玩不过了啊！曾经人人争抢入驻的特姆，如今口碑彻底跌入谷底，成为极少数能让商家、消费者双双嫌弃的跨境平台。现状真实又残酷，很多人对特摩还不太了解啊。实际上，特摩跟拼多多一样，不仅消费者诟病，商家也一样诟病，让商家和消费者双双诟病的，也不容易。先说说特摩上面啊，商家的处境。平台早期大肆宣传的流量扶持、政策红利，如今基本全部落空，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加码的严苛规则，以及名目繁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扣款和处罚机制。那这个好理解啊，因为你要知道，特摩人家面对的外国的监管，那处罚的动不动多少亿欧元的，那人家的这个规则更加严苛。那特摩他也没办法，他也要适应，对吧？欧盟适应美国，适应其他国家的这些监管规则啊。那中国的卖家在上面肯定是不适应啊，他习惯了在这儿坑蒙拐骗，是不是？习惯了老铁们上的是最低价，习惯了是，对吧？展示的是 A 货，发的是 B 货，这些都是基本操作啊。但是你这些东西，你在海外再这么整，那特姆就被罚得惨了。人家可不罚商家，人家罚特姆，那特姆没有办法，对吧？他就只能要求越来越严格。那中国的在上面经营的商家就受不了，不适应，说不清道不明的扣款和处罚机制。很多卖家兢兢业业做店，认真备货上新，辛辛苦苦忙活一整年，后台看着单量不断，流水好看，但扣除售后损耗、合规支出，再算上平台各种隐性扣款，最后不仅一分钱不赚，甚至倒贴钱。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平台参差不齐的买手对接体验，说部分买手的工作模式极度双标，平台需要冲业绩、堆数据的时候，天天催商家上新、备货压价，拼命压榨利润冲单量。可一旦商家遭到售后、扣款、审核问题需要协助处理，消息几天不回，问题搁置不跟进，全程冷处理，让人焦头烂额，无力吐槽。这就是特摩的运营啊。最离谱的是平台无情的比价机制，很多链接早已是亏本跑量，完全没有利润空间，平台依旧强制压价，持续降价，逼着商家用亏损换流量。无数卖家被逼到无路可退，最后宁愿亏本清仓，放弃链接权重，直接停售退仓，也不愿意继续在平台无限内卷，持续亏钱。如今跨境合规成本逐年走高，再加上特摩规则模糊、账单不清、不透明啊，售后判定强势，异常处理响应拖沓，商家利润被压到极致，赚得少，风险大，问题没人兜底，是大批卖家彻底心寒，选择离场的核心原因。商家大规模撤退的同时，海外消费者也在持续大批量流失。特摩的崛起从头到尾依靠的只有极致低价，那不就是拼多多的基因吗？砍一刀，对不对？特摩就是海外版的拼多多的吧，差不多吧，一个意思。反正他们都是一拨人呐。性价比是它唯一的生存优势，但随着欧盟3欧元关税落地，多国取消小包免税政策，平台仅有的价格优势被彻底抹平，低价滤镜彻底破碎以后啊，平台所有的短板暴露无遗。对比亚马逊等成熟跨境平台，特姆物流履约慢，产品品控混乱，消费者不再为劣质低价产品买单，纷纷转向体验更好、服务更稳、品质更有保障的平台。再加上平台早期野蛮的裂变营销模式，引发多国合规整改，进一步压缩生存空间，处境愈发被动。所以时至今日啊，特姆野蛮生长、无脑铺货、躺赚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如今绝大多数中小卖家再也不会盲目重仓投入，全员进入观望状态，量力而为，不行就撤，已经是行业主流心态。就连很多深耕跨境多年的头部大卖家，国内工厂直营也彻底放弃死守，开始分流布局多平台，压住啊特姆。归根结底啊，
不是跨境行业不行了，而是特姆这种只靠低价内卷、吃流量红利的粗放模式啊，已经被市场淘汰。卖家也不愿意在这样的平台内耗，而特姆啊能够快速崛起，离不开这套极致的比价机制，任何模式都有利有弊。那么现在啊，就是在欧盟这种合规压力之下，再加上这个特姆上面的卖家是吧，现在日子越来越难过，实际上这对特姆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种模式还能不能玩得下去，利润还能不能保持，烧钱还能不能烧得起，还容许不容许它烧，这些都是个问题啊。眼下平台口碑全面下滑，商家信心崩塌，用户持续流失，已经是无法洗白的既定事实。没人能看得清特姆后续的调整方向，也没人笃定跨境赛道的未来走势。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依靠中小卖家低价内卷，牺牲商家利润换平台数据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另外一个啊，对出境电商非常不利的一个就是7月1号啊，欧盟正式取消150欧元以下小额包裹啊关税豁免政策，对所有非欧盟地区直邮的，就是不是欧盟内部的啊，比如说吧，从中国往欧盟任何一个地方邮寄这个包裹的，统一征收每件3欧元的固定关税。你如果是小包裹，越小的包裹，反正最低就是收3欧元固定关税。两道监管政策接连落地，让中国跨境电商平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准入壁垒。一个是小包裹啊，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环保。2020年每件商品将征收0.25到6欧元的生态罚款，2030年罚款最高上涨到20欧元一件，罚款上限为商品售价的一半。这意味着一件售价5欧元的连衣裙，最高将被罚款2.5欧元。他为什么要罚款呢？这就是法国啊参议院6月29号通过的一项旨在遏制快时尚行业无序扩张的法案，叫反超快时尚法案。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出海电商啊，现在出门就遇到这么多障碍。一个是合规，各种合规就已经让焦头烂额，就是让诗音、让速卖通、特姆已经遭受巨额罚款。那还有什么？接下来就是叫小包裹。本来这些电商啊都得益于这小包裹，直接从国内仓库啊直接往欧盟发，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你要最好的办法是集装箱发到欧盟，在欧盟那有仓库，那你这样的话，在欧盟人家就要检查，对吧？你入海关这种小包裹它没法检查，人力成本、执法成本太大，那你被逼你要走集装箱，那集装箱那就海关就要会检查，对产品品质。对吧？这各种，这就对消费者负责啊！你小包裹你在国内直接寄到消费者手上啊，到欧盟消费者上还寄免税，对吧？又或者是总之啊，那个就规避了这个欧盟或者是欧洲那国家的检查，出入境检查，你的商品的品质质量肯定是没有保证的。那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对我们的影响很简单，因为它不是特姆、诗音一家啊。它是所有的电商平台，就是我们的出海企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合规还有这些小包裹这些邮寄啊物流政策，直接导致利润就没了，导致我们的商家对吧，把在中国行之有效的那一套方式，坑蒙消费者的那些招数啊，没法使用，你没法使用就不好赚钱，很难赚到钱，很难赚到钱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关门，一关门那就大量的失业。又有好多人失业，对不对？那个跨境商家啊，那多少他都会请几个人，做的大的恐怕几十个人，有的工厂直营呢得好几百人，上千人的，小的卖家那也得3、5个人，最小的卖家也得3、5个人呢。那这样的话，我记得亚马逊就干过这事啊。亚马逊有一年是吧，把中国所有的商家账号全给封掉，为什么？对吧？人家惹不起躲得起。那未来的吧，这些跨境商家啊，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一旦合规，一旦利润薄了，他没法做，导致就是很多做跨境贸易、跨境电商的从业人员也就没了饭碗，对吧？这都是一荣俱荣啊，一损俱损。中国的小商品通过电商向欧洲、向美国销，
那这个路差不多就走到头了，至少也是以后是越来越难走。哎，这个所以说你往大了说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贸易壁垒，欧洲和咱们之间贸易壁垒，那就对我们的以后的这种外贸，那还是有很大的冲击的。而我们上半年对吧，主要是外贸2位数增长，那这里面也有电商的功劳啊。当然了，你可以说是高端是吧？什么啊，电子设备、高端装备、高端制造等等，新能源汽车。但是不管是什么啊，你是低端的小商品还是高端的装备，你只要对欧盟对人家输出国形成冲击，人家都会马上给你来合规。哎，就像我刚才介绍这一套啊，先给你来合规，再来，对吧？针对性的这些反补贴法一大堆就来了。哎，它不光是针对这些小商品啊，它这所有的法案，它那大的商品它更会针对新能源汽车，对吧？所以说啊，从这些就可以看出，这个贸易摩擦只会越来越加剧。那就看中国的商家、中国的厂家、中国的平台怎么去应对，怎么符合人家的合规。那人家的合规这一套下来之后，按照他的搞法，你还能不能赚到钱？你还能不能竞争得过当地的品牌、当地的商家、当地的平台？如果你竞争不过，对吧？那你就撤了，知难而退。如果你还能竞争得过，还能赢，那后面还有法律对付你。这个咱得实话实说，对不对？它一定会越来越严。如果他这一套啊，这个数字服务法，什么外国政府补贴法这一大堆，这一套给你用完，这个环保法，对吧？这些工具给你用完之后，你还能游刃有余，还能赚钱，还不错。把这个欧洲的这些企业打得落花流水，那它后面还有，对吧？相应的政策，对吧？本质上什么呢？本质上人家第一要保护消费者，第二人家还保护企业，就当地企业。所以这种贸易壁垒啊，它一定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放在我们这个出海企业面前，那真的是这艰难险阻，是吧？这个你把在国内行之有效的那一套搞过去，那就是交罚款，罚得你痛不欲生。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啊，我换种角度，如果特姆啊，他在欧洲如果都能游刃有余活下去，在那么严的监管下，那他反过来再杀回来，对不对？用他这一套在国内在拼多多上推广，那他不就成了另外一个山姆吗？这对他未必是坏事啊，对吧？他把在欧盟遭遇的这一切，欧盟人对他的这种磨练，对他的严监管、严要求，他都能满足，能达到，对吧？他上面卖的东西没有假货，没有低劣这个什么侵权产品、山寨产品，他真的这些都能做到啊，都能让欧盟在里面挑不出毛病。然后他把这一套再搬回国内，那他不妥妥的变成了山姆吗？开市客吗？那他不就，对吧？就吊打国内的电商平台，什么京东啊，对吧？什么抖音电商啊，当然了，只是但愿如此啊，学坏容易，学好难。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